早晨啊各位，首先我修正返酒店嘅資料，之前我講錯咗係13同17樓兩層住宿，其實住宿係13、14、15三層，其中14樓就有免費洗衣乾衣同埋健身室。今日喺景德鎮係第4日，亦都係最後嘅一天。食完早餐8點半就叫咗架滴滴去景德鎮個博物館啦。今次專登去博物館係睇毛語法。網上話9點入場係少啲人，但係都係超多人。如果你60歲以上就可以行綠色通道喺北門方向入，唔使錢，但要喺網上預約。我哋好醒目，直接搭 lift 上7樓。喺呢度排隊入展館門口都要15分鐘，入到去仲要分流，一邊係近距離同佛像合照，一邊係遠距離，我哋揀咗近距離嗰條隊。沿途都有值得影嘅瓷器，手工好犀利。點樣可以將一隻瓷器碟做到咁精緻？從瓷器中我哋可以感受當時嗰個文化。我好鍾意呢個 BB 仔，肥嘟嘟好得意。就快到啦，就快到啦！我依家見到18羅漢啦，又排多15分鐘，齋係呢個展館已經用咗我1個鐘啦。終於近距離可以同佛像嚟個近身合照啦。仲有，如果你哋想聽講解，可以租借呢個 AI 眼鏡，50蚊1天。因為趕時間，我哋睇完就即刻走啦。離開咗博物館之後，下一站去昌南里睇嗰個巨碗，呢個標誌係燒瓷器嗰點火焰。終於抵達巨碗廣場啊！夜晚會着燈嘅，不過日頭去真係好曬好熱，求其影咗幾張相就頂唔順。原本隔離有個潮玩小鎮嘅，點知入邊十室九空，冇嘢好睇。於是我哋過咗隔離嗰間昌南長天酒店坐下，順便避下暑。坐下發現酒店入邊嗰間餐廳都幾正喎，環境好幽靜。嗰日呢，咁啱有人包咗自助餐，我八卦睇下，質素都唔錯喎。聲明下先，我冇收廣告㗎，純粹覺得抵，我介紹俾你哋咋。我哋呢就喺抖音買咗個2人套餐，168蚊咋。呢餸菜質素超高，係我呢幾日食得最滿意嘅一餐。食完午飯，我哋就搭滴滴返酒店啦。酒店嘅經理超好人，知道我哋坐5點鐘嘅高鐵，俾我哋可以延遲退房至到3點半。臨走嗰陣，仲送咗2碗涼粉俾我哋消暑，真係好。今次景德鎮之行以呢碗涼粉做總結，真係好完美。最後結尾就係今次行程嘅開支，有咩唔明可以喺下低留言。拜拜。